21节的感动时刻，要带您来做客家料理轻松做。到的是南投信义乡，这里的梅子产量全国之冠。今天要做的是梅子过猫，而梅子入菜，酸酸甜甜，非常美味。南投信义乡是梅子的大本营，梅子产量全国之冠。梅农王桂香经历921，还有多次严重的土石流，但他一样坚持种植青梅，守住世代传承的梅园。因为它的温差蛮大的，就是酸碱值这里的会比较高，口感它比别的地方它比较软一点，然后比较绵密。它的青梅很多都有被虫咬的痕迹，耗损率高达了30%。不过他说，这也是不加农药、不施肥料的最佳物证。它这个虫咬也有，然后白粉病也有，因为它没有农药的话，它就是虫会靠近吃的。王桂香说，他们本来是苗栗的客家人，后来把传统保存食物的腌制工法带到了信义乡，腌制青梅依循客家古法，不添加色素以及防腐剂。这纯糖红做起来，这打做的阿婆搞爱的这红做起来。腌制的青梅很容易一口接着一口，而青梅汁酸酸甜甜，拿来入菜做成青梅过猫，是夏天很受欢迎的开胃菜。而材料跟做法都很简单。我们这一道菜是梅汁过猫，我们用的材料就是梅子汁、糖、酱油、冷开水、香油、辣椒。以青梅汁当底，加入酱油、麻油，再用开水调味，就成了凉拌的酱汁。咱掠到菜咱会较酸一点的伊就该梅的汁就变较多一点的你要试起来要较好吃。穿烫过的过猫和入酱汁，就是相当爽口的佳肴了。王桂香说，她相当喜欢吃过猫，因为以前客家人简朴刻苦，常常吃野菜，过猫不用特别的照顾，所以凉拌过猫很常见。现在加入梅汁，口感更是与众不同了。高海拔的天阔下，一片青绿，经过腌制的洗礼，沉淀酸楚，累积甜蜜。偶尔小虫亲吻，依旧美丽。和野外过猫的相遇，合奏客庄美食的感动时刻。